下完血这是。赶紧回来，都不早了，二哥。那咱回去吃啥呀？哎呀，这不早了，你现煮也来不及了呗。看看冰箱里有啥吧。我感觉好像冰箱里啥都没有了。看看吧，翻一翻吧，有啥整点啥吧。上次以前吃的那都没吃完。今天咱俩煮现成的，大哥说你俩这个旧的又不吃。那咱不吃饭了？翻翻吧。关键今天他也不走了，你再煮还来不及了。知道啥？让人煮吧。看冰箱有啥吧。这啥呀？这好像上次那凉棒骨，凉棒骨行啊，凉棒骨。这点碎牛排是吧？碎的啊。这碎的正好，咱们那啥吧，炖菜吧。生菜。挖点小蒜吧。这是啥呀？哎，完了，二哥买错了。啥呀？你看是啥？小葱头。我以为那个那个小蒜呢。没事，这也能抢过，这挺好。哎呀，咱们给它往小溜一溜吧，二哥。有啥能小？你来，有劲儿，你看。这弄不动了，整个这个也来了。起锅烧油，哎，今天多倒点油吧，香。整点小皮辣酱，没有了，二哥，赶紧的买啊，赶紧的。再把小料放进去。生抽、老抽、搞里，蚝油提提味儿。再来点调料汁吧，这一步很重要啊！来点白糖增增鲜。哎呦，快点，二哥，咱们把这个放进去啊！哎，贱呐，你这鱼都叫大哥猛的要一秃噜了又，还得大哥干活哟！你看看咱俩毛手毛脚。看看咱家的羊，冬天里头都是天然散养，雪里刨食。这些羊呢，都是咱家的生产羊，就是今年这就是1月份、3月份贴高点来了，每天早晨9点来钟，羊就把运出来了，一直到下午4、5点才能回去。这两天又下点暴雪，你看嘛，到处都是白茫茫的。怀疑这羊是不是有点吃不饱呀？看看不行的话，下午给它往出来拉点草，在外面给它铺点草，不能在家里铺，在家里一铺草，羊就出不来了，出来就给你活吃了，老惦记了它。你先看看，我拉一车，卸在外头，到了吃完再回。我给大哥晃了一下啊，再回去吃饭。OK， 那知道了。这做好饭了，叫我回家吃饭去了。回家吃饭去，看看这俩家伙给捣鼓的啥玩意儿了。哎呀，刚一打完电话回来，挺快呀。几点了？饿的，早等电话等的。肉做。妈，在这吃呀？这咋弄的？哎，多好呢，呗，这炉子热乎乎的，正好你冷。这就光肉，别的没有。咋不够吃啊？怕不够吃，怕不够吃。这不有菜吗？这儿。哦。吃，先吃肉再涮菜。哎，看，捣鼓的挺香你的，是不是有滋有味的？对。要把冰箱那个肉拿出来了吗？哎，找块好东西夹上一块牛肉呢。哎，二哥也来一块大的，你像我这样。必须的。这块肉多，这个给大哥。啊，你俩来，我先吃这个。正点。
蘸点汤呗，蘸点红油。蘸红油汤。哎呀，哎，来，这个牛排。看你俩咬的挺香，我也来一块儿，好吃。快，过来汤啊！蘸点汤，哎，更香。好，好吃不哥？这牛排真好吃。更香，真不香。这黄水煲牛排咋吃咋香。下点青菜吧，大哥。然后下吧，想啥下啥，来二哥帮你。你看想吃啥下啥也行。别多下了。来两块豆腐，先吃点肉吧。金针菇。菜熟了，大哥。吃啥菜？咱吃肉吧，就咱家这天然散养的，咋吃没够。哎呀，真没毛病，看着牛肉。嗯，我最爱吃这牛肉。